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六環彩賽馬頻道，我係主持人吳曉婷。近段時間我一直忙於撰寫我嘅畢業論文，呢篇論文好特別，佢同石歌有莫大嘅關係。論文題目係中華威威，分葉流芳開紅葉，石歌情志，銳絲縈墨著論文。石歌喺上個星期沙田賽事表現出色，連贏2場，鬥志極佳。我覺得今次賽事石歌有好大機會延續好表現。佢呢篇論文亦都已經準備就緒，等待星期3谷草野馬發表。而且要提醒各位朋友，第一場嘅5號中華威威，佢喺5班嘅實力一直備受矚目。第3場嘅2號論文亦都值得我哋留意，或許會帶嚟驚喜。按同一個理論分析，練馬師王同時選擇買石歌，相信會係唔錯嘅策略。另外，練馬師黎超升近期嘅表現亦都值得關注。雖然目前佢哋2位喺練馬師榜處於下游位置，但係近期攻勢猛烈，相信好快便能夠喺今季達到目標。喺黎超升出賽嘅馬匹中，第2場6號捷足奔馳，長途表現有住不俗嘅實力。第3場10號標誌，試閘狀態正佳，不容忽視。以上2匹得到潘頓嘅垂青，相信佢心裏有馬。第6場5號勇霸龍亦都具備邊線嘅機會。希望各位朋友密切留意呢啲參賽馬同埋練馬師嘅表現，一齊享受精彩嘅賽馬盛事。嗱，我哋拭目以待星期3晚嘅賽果。今日嘅心水推介就介紹到呢度啦，祝各位贏到笑。